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每到一个客庄就要深入了解在地客家人的来源与文化。今天我来到了新北市的三芝地区，听说这里也是一个客家庄，有着全台独一无二的原创建筑。张理事长，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个原创？是有什么特别含义吗？就是我们三芝客家这个地标的原创。所以原创是只有在这边有吗？对，三芝的原创我们才有特色。为什么是只有这边才有？我们1706年我们先人就在这边开垦的时候，我们我们老人先就盖了3合院嘛。江氏宗祠的原创建筑太有特色了，所以原创也就顺势成为了这里的地名。其实这样好特殊哦，用这个原创然后命名成这个地名，其实是蛮有意思的。对了，但是我们这个盛江的这边，台湾这个三芝乡我们是以前就来的时候都祖先会讲客家在客语，但是到我们这个时代都不会讲了。是为什么？那都同化掉了嘛，家里也都不会讲。不会讲，我的那个爷爷才会讲。听着张理事长淡淡的谈着江氏先祖如何建立原创建筑，以及江家后辈都忘了怎么讲客家母语时，心中不禁有点难过了起来。接着，张理事长为我介绍，在2年前已经倒塌的、具有200年历史的原创旧建筑。我们最早我们就这个原创的3合院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。对，这个大厅倒的。这个是后来倒掉倒掉，旁边还在，这块还在，这个还在，现在倒掉。原来早期的对，早期的3合院，3合院是这样的。这个窗门户差不多有80几窗户，对不对？这种建筑是不是也是客家建筑？就客家建筑的，就我们那个材料都从那个大陆用黄船运过来。我们那个客家跳井之后是有单光才有这个跳井。对，燕尾这样当官才可以。听着理事长用不成熟的国语讲述着江姓宗祠过去的历史，如果这一刻他能用客语跟我介绍，那该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啊！